全世界都冇移植幹細胞，但係最聰明嘅科學家已經唔再用細胞，佢哋發現咗一樣更精準嘅野細胞，講過啲乜嘢先至係真正嘅藥。呢啲科學家提取嘅唔係幹細胞本身，而係佢哋分泌出嚟嘅納米囊譜，叫做 extracellular vesicles， 入邊裝住個蛋白質啦、核酸啦、脂質啦，就好似一封信啦，送去大腦血管深處啦，喚醒沉睡緊嘅神經。傳統幹細胞移植，細胞入到身體冇幾耐就會死啦，點解仍然有效？因為真正嘅起作用嘅咧，從來都唔係細胞本身，而係佢哋釋放咗信號。而家科學家咧直接跳過細胞，只留低信號，更穩定、更易儲存、更易運輸，仲可以大規模生產。呢種療法已經喺全球醫療旅遊市場超流行，主流醫學界亦開始進入臨床試驗階段。佢哋針對佢，正係大腦衰老入邊最核心嘅問題。細胞衰老、炎症風暴、神經退化，呢件事令我了解到一個道理：真正嘅治癒咧，從來都唔係替代，而係喚醒，用最微小嘅語言激活身體自己嘅記憶。當科技唔再以征服者嘅姿態介入生命，而係以傾聽者嘅身份參與對話，人類先真正揾到同衰老共處嘅尊嚴。生活唔只係活着，更係要活得好。我係 Fanny， 想了解更多醫學資訊，可以留言探討，我哋一齊活出品質。